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4月9号，這一期咱們來看一篇關於農村的報道，這個很有意思啊。這是經濟觀察報4月7號一篇報道，這個報道就讓我感覺有點怪怪的，因為他聊的是農村問題，標題叫地不荒，人省心，村有錢。河北農村的土地合作社火了，看这標題就覺得就五味雜陳。我只能這麼說，這個文章啊，實際上我也是乾看，我選擇把這個文章給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年輕的網友不知道合作社什麼意思，實際上我也沒有經歷過合作社。70後經歷合作社的都少，一般是60後幼年的時候，有過一段合作社的經歷，但是估計也是印象很模糊。主力應該是50後，因為70後農村的那個時候就已經要叫土地包產到戶了。合作社已經是一個歷史名詞，但是21世紀的今天，2026年，居然又整個土地合作社出來了，也不知道要什麼炒什麼現飯是吧？所以我們一起看一看這個經濟觀察報這篇文章到底是幾個意思，想表達什麼。3月初，田野裡只反清期的冬小麥正要水分。河北省保定市高陽縣晋莊鎮野王村迎來一場春雪。對於野王村黨支部書記李彥宏來說，這場雪確實是一場及時雨，省下了開春澆地的功夫。種地是農戶自己的事，也是他這個村支書分外操心的事。這2年地種的好不好，直接關係到一件大事，由村黨支部牽頭的土地合作社能不能推行得好？如今保定市許多村黨支部書記都在忙活這件事。說實話啊，一說到保定市，我的印象最多的是冬天沒暖氣，冬天是吧？那農村裡凍得要死，更多的是這種報道。怎麼又來一個感覺好像是土地改革呢？保定是農業大市，但農村人口外流的問題很突出。野王村的年輕人大多在外打工，種地的多是老人，有些地乾脆撂了荒，就是荒着的不種。如何破解這一難題？保定的思路是將零碎田塊整合成片，統一耕種管理，通過小田變大田，大田變良田，既保障糧食安全，又穩定農民收入。在全國不少地方，土地合作化經營已有多年探索。保定自2022年起探索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推動土地適度規模化經營。目前實際運營的合作社已接近300家。如何在農民自願的前提下，把土地集中起來耕種和經營，同時穩步提升農民收入？李彥宏要做的就是在野王村這1800亩地裡趟出一條新路來。你說農村裡就那點事，你說還能玩出什麼花出來？這我不太清楚，看他文章怎麼說的。實際上他交代了背景是什麼？在保定郊區啊，有個叫野王村的這麼個地方，也是個小村莊，恐怕一共也就1000多畝地。但是由於村裡面年輕人呢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地都荒了，沒人種。那村裡面就想着怎麼樣把這地都利用起來種地，給農民多一點收入，就這意思。要趟一條新路。什麼新路？就是合作社。2023年，除了日常村務，李彥宏一直在忙活這件大事，動員村民把自家的土地入社。入社當然和收回集體不同，土地承包權仍在農戶手裡，他們只是以土地經營權入股，成為合作社的股東。合作社將零碎田塊整合成片，採用自營，聘請本村或周邊種植能手當職業經理人，或委託有實力有資質的大型農業企業來統一耕種管理。入社農戶每年可獲得穩定的土地租金作為保底收入，還能參與年終分紅。村集體在協調服務中還能獲取少量費用，增加集體收入。這一模式即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也就是由村委會牽頭来組織這個事情，把各家各戶的地合到一起，入社，按比例
比如说你们家10亩地，咱们这个入社一共是1000亩，那你们家就占1%股份。好，以后这个1000亩地如果全年下来賺了1000萬净利潤，那你們家能分10萬塊，就這意思，股份制。那這個地整合到一起，誰來種？這個村委會可以聘請幾個這個能手，或者從外地請人來種，或者是村委會自己組織種都行，就這麼個邏輯。當年高陽縣晉莊鎮政府決定在2個村試點，野灣村被選為其中之一。選中野灣村主要基於3點：一是區位優勢，距縣城近，大家知道吧？你那個地離縣城越近，或者離大城市越近，它就越值錢。如果你離北京近，但是你那個地是河北的，因為挨着北京，那你1畝地就值錢了，因為你種菜拿到北京賣，對吧？或者是種植那種叫什麼大棚，什麼櫻桃的，或者是草莓，搞採摘，那都比普通的農田要賺得多。如果你那個地方那地在窮鄉僻壤，離大城市又遠，離縣城也挺遠的，那地就不值錢。就像我們家這地，所以說它一個是區位優勢，距縣城近；二是村內年輕人大多外出務工，土地撂荒現象突出。那恐怕很多地方都這樣，年輕人不外出務工，他也不種地。三是野灣村村集體收入偏低，急需盤活土地資源，帶動村集體增收，這倒是實情。這村委會沒錢乾指頭蘸鹽，對吧？那叫乾拿，有什麼用呢？沒錢打手上過啊，村長的日子，對吧？就不快活啊。野灣村被選定試點後，要說服農戶加入合作社，最有利的方式莫過於讓村民看到縣城的樣板。於是，在蒙頂山學院的組織下，晉莊鎮政府帶領村幹部、種植大戶和村民代表前往山東德州李谷寺村參觀學習。正是這次實地探訪，讓李彥宏對辦好合作社有了信心。山東德州，那這是2個概念。當然了，德州跟保定應該位置差不多，都是離北京不算遠。如果種菜拉到北京賣，都是這個合適的範圍，因為北京很多菜就是山東的。據蒙頂山學院學員服務部主任李愛軍介紹，近2年來，學院先後舉辦了7期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倍增專題培訓和6期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進階培訓，組織300位村黨支部書記和合作社理事長赴四川、安徽、吉林等地考察調研。許多村的合作社工作之所以能夠啟動，正是從參觀訪問中受到觸動開始的。2023年5月，李彥宏開始着手籌辦合作社，參照德州每畝1000元保底收益標準，李彥宏結合上一年糧食價格和村裡承包大戶的租金水平，最終將保底收益定為每畝1200元。這一價格在保定全市範圍內處於中上水平。什麼意思？我理解的就是你每畝地一年收益是1200塊，如果你們家10畝地的話，一年就是12000的收入。你把地交給合作社打理，你就不用管了，一年保底是12000，那這是好事。我們看他怎麼說。高國新是前往德州參觀的村民代表之一，回來後他對合作社模式深表認同，率先動員家人入社。起初他哥哥心存顧慮，覺得無事可做，很不踏實。高國新解釋，土地入社後有穩定保底收入，自己還可以外出務工，增加一份收入。就是你把地交到合作社，你不用管了，一年1畝地1200拿着，完了你是自由的，你也可以去打工去，當保安、環衛工人、送外賣。高國新隸屬的野灣村3大隊的10畝地成為首批入社土地。之後，野灣村先從3大隊入手，逐步向鄰近的生產大隊推廣。在動員過程中，李彥宏和村幹部撰寫了成立合作社的好處宣傳材料，詳細比對了自己種與合作社種植的成本產量差異，挨家挨戶發放動員。在動員時，打消村民的顧慮往往是第一步。在很多村民的樸素認知中，很難區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概念。這倒是，現在你不要說農民了，好多所謂的這個專家也搞不清楚。那不要說網友，網友更不知道。
就農村的土地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家10亩地，那10亩地不是你們家的，你只有叫承包權。土地上面有很多權益，一個是所有權，農村土地所有權是村集體的，不是你们家的，所有权是村集体。承包权是你的，是你跟村集体簽的，这個大概是98年簽過吧，還是90幾年？一簽就50年。好，承包權是你的，經營權你可以把它轉讓，我有承包權，我可以不種，我也可以給它荒着，我也可以把它反過來再給別人租給別人種，這叫誰在上面種誰是經營權。所以說它是3個權益。而分到自家的承包地，就是自己的地。談到把自己的地交出去入社，老人們常常會觸發上世紀50年代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歷史記憶。很多村民們一是疑慮交給合作社真能把地種好嗎？二是擔憂萬一經營不善，地還能不能要回來？三是不捨，種了一輩子地，地就是自己的價值所在，若不讓自己種了，豈不是成了無用之人？先不說這個他這個到底合適不合適，我只是說這村民的顧慮，一個是擔心把這個地入社了以後說不清了，到時候承包權還在不在自己這兒，反正所有權肯定不是你的，承包权，所以他就擔心这個是有可能的。第二個，有人覺得自己種了一輩子地，突然沒地種，他渾身癢癢難受。農民實際上以我們這兒的經驗，我們這農民把自己的地承包地都轉給大戶了，大戶1畝地1年才給300塊，相當於租金就完了。那農民怎麼辦？農民自己又在到處馬路邊、房前屋後、河灘上瘋狂的開墾開荒，反正他閒着沒事幹，不會因為自己把自己的承包地交出去了，他就真的沒有地種了。這都有很多是邊邊角角的河邊上的地、山腳下的地，他都反正他挖。也有村民認為自家的地只自己種會更精細，亩產不會比合作社低。李彥宏沒有反駁，而是點出被忽略的關鍵：人力成本。村民種地只算農資灌溉的花銷，不算自己的出的勞力。很多老人種地農忙時，往往需要子女回來幫忙，有的子女在外務工和工作，一天掙幾百元。為了家裡土地的播種、灌溉和打藥這些事情，一年要耽誤3、4回工，而這些耽誤務工收入就是種地隱性成本。他這個算的倒也對，你讓你這個城裡的兒子回來幫你收割麥子，你那1畝地麥子才值多少錢？人家請2天假回來，少搬2天的磚，損失500、600，或者少送2天的外賣，也損失500、600。你那1畝地或者幾畝地麥子值多少錢？就這個意思。道理雖然講清楚了，但要讓村民將耕種了大半輩子的土地交出來，並非一日之功。這時候，李彥宏平時攢下的人心派上了用場。李彥宏是秦皇島昌黎人，在野灣村生活的20多年中，一向熱心助人。總之，靠他的3寸不爛之舌，上門動員。2023年，野灣村順利整合了700畝土地進行試點。李彥宏向入社的農戶承諾，先試種1年，若收成好、有效益，可繼續入社；若不滿意，隨時可以退地自種。這一年，野灣村也迎來了豐收。往年小麥的平均畝產800到1000斤，但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的土地，畝產達到了1100斤。看到實實在在的增產，農民們態度開始發生了轉變，入社的漸漸多了起來。現在野灣村共入社了土地1400多畝，自種畝產是800到1000斤，統一經營畝產達到1100斤，這個反正挺蹊蹺的。按照我們這經驗，自種的畝產要高一點，大戶生產的畝產低。當然我不知道他這個是怎麼做到的，把土地綁到一起種，畝產還能高。為什麼這個自種會高？是因為剛才說了，因為農民自種他會叫精耕細作，恨不得一粒麥子掉地上他都撿起来。你說大戶种用收割機或者亂七八糟，那得掉地上他算了，還撿什麼撿？讓那個什麼撿？讓那些失業的老頭老太太撿嗎？這些媒體不都報道過了嗎？村民的工作做通了，土地也整合起來，但李彥宏清楚，這只是第一步。有人願意拿出土地入社，還得有人願意接手種田。接下來解決的是找到合適的職業經理人。為此，李彥宏為野灣村的職業經理人設了一個標準，必須具備種植100畝以上規模土地的經驗，且連續種植時間不少於3年，方可獲得參選資格。這時，楊國強進入了他的視線。
作為野灣村的種植大戶，楊國強此前一直承包着130亩土地，有豐富的種植經驗，又長期在村委会工作，對村情民意十分熟悉，自然是职業经理人的理想人選。杨國强种地经歷要從20年前說起，反正他是個种植大戶吧，靠種小麥、种玉米都種過。後來種了村里最差的沙土地，亩產只有700-800斤，勉強夠本。後來试着用了質量較好的化肥，亩產達到1200斤，終於嘗到種地的甜頭。這些年，楊國強種過好多作物，算是農田裡的老行家，酸甜苦辣都嘗過。除了種地的實操經驗，楊國強一直在學習借鉴優秀的種植方法。總之還要學技術啊，就这意思。2023年，經過一番選擇，楊國強擔任了合作社的職業經理人。按照李彥宏設計的合作社機制，職業經理人需承擔一定的經營風險，每畝地需繳納相應的保證金。若因個人管理不當造成虧損，保證金將被扣除。如遇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則由合作社與其共同分擔。考慮再三，楊國強接了下來。對楊國強來說，在合作社當職業經理人，規模上更有優勢，還可以享受土地整合和各項農業設施的配套支持。其實李彥宏找過其他種地大戶，一聽說要承擔風險，大多都打起了退堂鼓。李彥宏還找到2個有拖拉機的種植大戶，他們倒是願意試一試，但一人只敢接200畝。現在杨國強一個人管理了合作社1000畝土地，在他看來，加入合作社後，真正的利潤增長點在於成本控制。土地的規模化經營讓他能夠統一採購農資，集中調度農機，每一筆開支都比過去省了很多。2025年合作社每畝地比2024年增收15%，怎麼增收的呢？媒體報道，合作社成立以後如何實現節本增效，是李彥宏一直在琢磨的事。這時高陽縣農業局的農資對接正好解決問題。說白了就是一個平台，你有什麼需求，別人有什麼服務，在這平台上去對接。對接會為種植戶之間、種植戶與農資經營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在此基礎上可能會形成採購訂單或農機服務合同。每年選用哪家化肥，不是李彥宏一個人說了算，他會召集合作社5位領導人一起商量。第一年選定一家，效果不錯，第2年繼續沿用。李彥宏說，合作社每分錢都涉及農戶利益，簽合同是為了給村民股東們一個交代，有據可查。李彥宏和天吉化肥代理商張平就是在对接會上認識的。張平回憶，李彥宏給他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心計，他把市面上幾個主流品牌一個個篩選下來，反覆比較，最終選定了天吉。從農資採購到田間管理，每個環節都在不斷優化。收割季前，合作社會提前聯繫收割機的機手，了解當年作業價格，比較誰的機械更先進，效率更高。如今合作社1400畝地3天左右就能全部收割完，地塊連成片後，收割機可以連續作業，除非倉庫裝滿，否則不會輕易停下來。也就是說，這個1400畝地規模化經營之後，你就可以專門去挑選農資，精心比較，選擇服務，進行性價比，就這意思。如果你就種個3畝地，那你還是什麼選化肥，你就沒有議價的空間。最後一算賬，說合作社和散戶種地到底能差多少錢的效益？李彥宏算了筆細賬，1畝地能差出180元。也就是說，你把地你自己種和交給合作社，這1畝地，合作社通過各種節約成本，各種对接，反正比你自己種要能多賺180。首先是深耕，雇用機械耕種，小農戶價格是90元1畝，合作社連片作業，農機手給的是打包價，只要60元1畝，光是這一項就能省下30元。就是收割這塊1畝地少30。到了播種階段，小農戶雇用播種機，平均價格50元1畝，而合作社統一調度只需要20元1畝，又省下30元。撒肥，小農戶地塊只能人工操作，合作社用無人機，平均4元1畝，又省下一筆。打藥也一樣，小農戶需人工背着藥壺走，成本
遠高於無人機的3至4元，灌溉差距更大。過去小農戶雇人澆地需要人工鋪管，1畝地要50元，如今合作社用噴灌機，1畝地只要20元，一季莊稼至少要澆2回水，算下來又省了不少，還省時省力。最明顯的收割是小麥收割，小農戶一般是70元1畝，合作社只要30元1畝。玉米收割，小農戶價格是130元1畝，合作社是70元1畝，光這一項就能差出40到60元，就1畝地。如今李彥宏和楊國強還在琢磨怎麼進一步降成本。今年他們打算在追肥階段做個實驗，用一部分尿素替代复合肥，那就是尿素的價格低。總之想盡辦法節約成本。除了在肥料上精打細算，合作社今年還計劃買一台無人機。以前撒肥打藥都是租用，總歸也是成本。購置無人機雖然要一次性投入3萬元，但長遠看是划算的。除了降低成本，李彥宏還在嘗試種經濟作物的增收。2024年，他從山東寿光购进一批贝贝南瓜苗，在露天地里試種，從育苗到管理，每一步都很上心，瓜苗长势也不錯。可到了5月临近成熟時，却出了問題，天氣太熱，陽光直曬，貝貝南瓜的表皮被曬傷。壽光的瓜是種在大棚裡的，山東壽光的蔬菜很出名，當然了，它很多也是賣到北京。总之，從最初的动员入社到如今琢磨種什麼能增收，過去2年多，野王村的土地上正在發生實在的改變。農戶還是那些農戶，土地還是那些土地，但種法变了，因此土地的產出在慢慢變好，農戶效益也一點點多起來。更重要的是，合作社成立後，村集體有了收入，也就是村長對吧？手上有錢了。除了給村民分紅外，合作社還用這部分資金購置了拖拉機、育肥機器等設備。2025年換屆時，李彥宏以絕對優勢再次當選村委會主任。如今合作社初見效益，李彥宏的信心也更足了。他為新一任期規劃了不少事，但歸根結底就3件事情：讓種地的人安心，讓土地不再荒着，讓村莊好起來。說實話，他這個報道更像是一個宣傳。他這個報道你一讀，你感覺還種地還能賺錢，簡直逆天了。所以又搞一個什麼農村合作社出來了。這個我不禁也懷疑，打個大大的問號。他這裡面說的很多情況是客觀存在的，農村地區也很多年輕人出去打工，很多地也就荒了。即便有些農村人年輕人他不出去打工，他也不種地，因為种地不賺錢。剛才算賬了，1畝地保底收益是1200，咱們人均就是1畝地。剛才說的一家10畝地，那是你家要10個人合到一起才10畝地，人均就是1畝地，有的地方1.2畝。1.5畝，你在浙江、福建还到不了，恐怕就0.5畝。你到河南这地方差不多能到1點幾畝，東北就更多一點，因為東北人少地多一點，東北不一樣。那你1畝地1年就是1200的收入，你去當個保安，你送外賣送4天就出來了嗎？是吧？300塊錢一天，不是你送外賣4天不就夠了嗎？所以說農村沒人種地，這很正常。現在一般的都怎麼解決？都是把地包給大戶。我家有4畝地，好，把這4畝地給個大戶，不給你1200一年1畝地，人家給你是300。那這個300還是200還是500還是800，這是根據你那個地價值。你那個地如果離杭州很近，或者離上海很近，那你就貴，是吧？離大城市遠，恨不得離縣城都挺遠的，那你的地就不值錢，你只能種小麥。或者種水稻，或者是種棉花，你只能種这些東西，不能種那經濟作物，比如說草莓、藍莓這些東西，或者種菜。那現在就是這麼操作，把地給大戶1畝地給你300，好，這就完了，大戶自己去種，旱澇保收，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這畝地今年沒賺到300，那就他賠，他自己賠；如果超過了300，就是他賺，就這麼簡單。但是這個文章報道的野王村這個模式就非常奇怪了，中間非要深深的搞個合作社出來了。我也不能說這個合作社不好，但問題就來了，這合作社是什麼個所有制？大家也知道，所有制問題不解決，那不就解決不了這個勞動这個叫什麼效率問題嗎？
我不知道誰对这個收入負責啊。現在農民把地給大戶種，大戶自己為自己的收入負責。你今年你年成好，你賺得多，你發財了。今年種地賺了40萬，今年年成不好，賺地賠錢了，賠30萬，那都是大戶在承擔。所以大戶他自己對自己負責，買什麼樣的農資，買什麼樣的化肥，請什麼樣的人來幫他播種，自己要買什麼機械，都是自己決定，因為你自己對你的盈虧負責。你這個合作社是什麼個制度？是什麼所有制？誰負責？這裡面介紹一個叫李彥宏的書記，你可以，對吧？我相信全國有千千萬萬個李彥宏這樣的書記，很負責。但是你這玩意兒一旦推廣，這個所有制的問題，大家想象，不就跟萬科一樣嗎？萬科是誰的？不知道。但是萬科的管理層是每個人賺得盆滿缽滿，最後萬科搞個大窟窿。你這個合作社，你根本也沒解決所有制的問題，你反而還搞了個什麼職業經理人。這個叫楊什麼強的，楊國強正好碧桂園的老板也叫楊國強。這個楊國強他也是村委會的人，他有種植經驗，所以他恐怕是為了這個做實驗，他同意了，而且他給出保底，交保證金，如果你今年收益沒達到多少，把你保證金扣掉。但是這裡面肯定也有一些貓膩，人家算過賬的，搞這麼大之後，因為上面不是選他做試點嗎？這個大家都懂，做試點那上面是有專項扶持的。是有各種補貼的，各種政策的。你這2個試點單位之一嘛，它是這個野灣村是試點單位之一，那上面肯定為了做這個試點，一年要撥多少錢，給什麼樣的資源，給什麼樣的支持，人家一算賬發現可以，我就要這補貼就夠了，不虧。所以說他這個算賬1畝地能賺180，就多賺180，這都有點扯啊！你還不如說你是為了搞上面的各種補貼，就賣新能源汽車一樣的。生產新能源汽車，它賺錢嗎？它是靠補貼賺錢的，行業補貼。我為什麼對這個表示懷疑？因為它這個賬算的基本上都是那種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人一看覺得是有道理，但實際上他經不起仔細推敲。他這個全部是滿打滿算，在最理想的狀況下能賺這麼多錢，但實際上農民就根本很難賺錢，因為你所有的收入靠天。今年雨水多了，那你就澇了，玉米泡在水裡面。你也賣不掉，那玩意跟絕收是一樣的，你還得烘乾，你不烘乾它發霉，發霉這個還不能做豬飼料，就不要說人吃了，就絕收。如果今天旱了干旱，那你也沒產量，這不是胡扯嗎？所以說這個都是你純靠風調雨順，今年讓你逮着了，明年如果干旱或者是澇了，你就3年賺的錢都搭裡面去了。我們村裡有種植大户，種500亩的都有。最多的有多少畝我不太清楚，可能有上千畝，据說也沒見他家發財嘛，人家就靠補貼，沒辦法，1畝地300的租金也沒見他們家發財，是吧？你這1畝地要給1200，你不是扯嗎？完了你那些承包的楊國強還能賺錢，完了这個村集體還能村中卡一道還有錢，你說這叫？所以說我這第一反應這就是在搞補貼，既然是搞補貼，那你這意義就不大了，你這個模式是走不通的，是靠補貼，那在農村，個人種植亩產一定會比機械化種植要高，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了。就是說技術，比如說你撒什麼化肥，我也撒什麼化肥；你撒什麼樣的種子，我也撒什麼樣的種子。但是個人種植一定比你機械化種植要用心得多。他恨不得掉地上的麥粒，他都給撿起來。你機械化的收割，掉地上不就掉地上算了嗎？就靠那些老頭老太太去撿，人家自己撿回家去了。你這1400亩地，你收割麥子掉地上，楊國強自己去撿嗎？楊國強撿不了，楊國強請人去撿，那你一個人得多少錢？人工費。這種文章作為一種報道，怎麼說？就擔心他颳起一陣風，各地他開始搞這種合作社，完了之後就騙上面的農業補貼，把他騙上面的有關部門，認為這個模式很好，你看看農民還增收了，農民笑逐顏開，推廣那就好了。又要走冤枉路，又要開始浪費資金，浪費經費，這就跟那個網紅超市一樣的。網紅超市你也別說它有優點，它優點就是人家不賣假貨，到現在為止還沒人抓住它賣假貨，也沒有人抓住它什麼品控有問題。第二個，人家給員工也願意發工資，薪水給他足，給他高，待遇好，地方上稅收也多，這都是它優點。但是你把你的模式說清楚，你不能忽悠大家。你這個就是一個網紅模式，靠流量撐起來的，別人學不了，你這玩意兒推廣不了，你這玩意兒只能是
就那麼一个，你就跟网红带货是没区別的，你只不过比網紅的品控要好一點。你不能忽悠大家，讓這些盤們，讓這些人覺得我是有大愛，我這就是願意多發錢，你這樣能多發錢，所以我這東西就能搞得好，不是這樣子的。真正的可以複製推廣的模式是山姆，是開市客這種模式，人家可以全國推廣，也能解決品控問題，也能解決品質問題，而且還可以推廣。你那個模式只能你自己玩，你是網紅帶貨模式，你是靠流量，靠情懷，就像這個合作社一樣，合作社就跟網紅超市，你看叫不可能三角或者叫不可能四角，什麼意思啊？供應商也能賺錢，員工也能賺錢，老闆也能賺錢，完了之後客戶還能得到實惠，我覺得你怎麼可能做得到？就像這個合作社一樣，你憑空多一道扒皮的，多一個村委會，多一個合作社，也從中節流，完了之後你農民還能多賺，承包的人還能多賺，這是怎麼出來的？這錢從哪兒出來的？一個道理。所以說網紅超市那東西肯定不便宜。你看這個多少網紅帶貨都翻車了，三只羊、董宇輝、什麼東北雨姐等等一大堆全部翻車。但是你看網紅超市它好像到現在沒翻車，你這個你不能不服，可能品控它這塊它有一手，人家的貴賣的貴，但是人家對得起這個消費者，反正我東西不假。但是你這個模式跟那個農村合作社一樣，就是你不具備推廣性，就不要忽悠大家去上當。如果這麼推廣，那要一批人倒霉。你要提高農民收入，最好的辦法是吧？是把這個地就給農民，農民願意把這地給誰？誰拿着地，所有權在誰手上，誰自己負責，對吧？你這個農村合作社說來說去跟國企有什麼區別，對吧？那你現在國企這個弊端是不是啊？大家都能看到，甚至它比國企還不如，有點像混合所有制、萬科那種。你國企好歹上面還有個國資委管着的，人家天天念叨有沒有賺錢，今年利潤怎麼樣，這好歹還得考核一下。你搞個混合所有制，這就完了，沒人管，直到搞個大窟窿出來了，行了，現在你來救吧，對吧？有那麼多正路不走，非想辦法走這些歪路，所以所有制問題不解決，你是沒有辦法這個提高生產效率的。個別極端現象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你要全國推廣，它只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